350個的石土地公立遺址呢，是25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石文園文化。目前已經有真濟史前文物出土啊。即馬後來呢，有考古團隊甲13項博物館合作，舉辦考古田野學校，要透過考古含這沉浸式的台語互動，讓民眾了解到搶救文物的工課愛安怎做，也會當學到考古學的台語講法。日頭赤夜夜，考古團隊由原體圖案佇咧探坑骨力屋。考古的地點就是新北市五股的石土地公二遺址，這是2500年前新石器時代石文園文化。有考古團隊甲13項博物館合作，歷史甲要辦5天的考古田野學校，讓學員會當佇考古的現場搶救文物。毋若是甲咱講過去的故事，嘛咱用咱土地語言去講這個故事安尼，透過這個學物件去甲學生討論講，考古學家是安怎去了解以前，阮就愛思考咱即賣的時代是安怎，共同去思考咱未來的路要安怎行。考古團隊表示，這屆的活動特別用沉浸式台語學習的方式，民眾除了會當學到考古專業的台語講法，也有台語的導覽，帶學員去13項博物館、甲大本溪文化遺址行踏。考古團隊講，高中以上的學生甲一般民眾都會當參加，甚至也有人專工對香港來實現考古的夢想。細漢時陣攏講，阮想要做考古學家，大部分的人攏無，所以阮提供這個機會。即擺參加者內面大部分攏是大學以上的，甚至講有香港啦，即回零機來。主辦單位表示，8月的活動有2梯，一梯敢若收15人，希望帶民眾對考古學家的腳步，透過考古甲台語，了解對史前到近代發展的脈絡，來認識這片土地的歷史。記者歸有吉林小凱台北報道。